贯道摆好，见证1点一贯道助我走出有价值的人生，2点助我增加智慧，扩宽心量，与他亮心眼，3点助我培养慈悲心而能吃素，4点助我心性增加光明而能度过头晕又成解一落千丈的身心痛苦。17台南一中17 5点我有意少行业学了早晚现象，一半道理结。6点助我能遇到修道的好友而能助师，是佛堂隔壁房间及一起修办道与成长。成功大学17 7点助我能立大愿而心口吃长素，8点助我有勇气能为国家多效劳数年而成，9点进入国高历史与公民科教师。10点助我能发愿学做讲师，综合成全班及体会班讲师。11点助我能设佛堂当坛主而度有缘人，12点助我肯帮助年长农民而做小组长，13点助我发大心度了几位老农民长官及有缘执事利益他人的事。道场寺庙与电视弘法劝善杂志。15点助我成为众挚爱心会的会员，神源山庄义和圣堂。16点助我度过中年危机，因职业病而失健康，失业失名誉失财富失幸福感失人寿而不厌世。17点助我遇困境时心中仍有修道支持与佛光普照。18点助我能淡泊名利，虽失去名誉安仍不放弃接近佛堂善知识与经典。19点助我愿意为道发展而接受训练，学做架设网站伺服器网络直播。21点助我肯为道讲法活动录影录音及管理网站档案。22点助我发心设立一贯道数位图书馆网站，提供八宝交流服务。23点助我肯为道务发展而花电脑设备与升级学习。23点助我有信心能考上宗教学士。4点助我在论文口试遇困难时不放弃而终于完成进修的心愿。25点助我在失业时期仍能对人生抱持希16点在家母需要亲人照料时期能勇于承担责任。27点助我对人生能有健康的心态而不放弃自己。28点助我事业不顺时期仍能参加修办道行列。29点助我有勇气参加意义的道场活动。30点助我心存希望又有愿景要为将来念博士班而做准备。31点助我有机会到国外开荒持救旅行心愿。32点助我有心有机会就帮助一贯道设立的
33点注我乐意为讲师们找度人的文章制作光碟片分享。34点注我发愿录制完成了6组含金竹字面光碟国语版及台语版。35点注我乐意制作武迷之学相关资料，帮助人学习及供讲师参考资源。36点注我有灵感构想到网络大学的相关院系课程，为将来道路全球化发展尽一份。30祝我随遇而安，衣食自然就好。38点祝我对人生不如意事能处。9点心灵能辅自己知识，以葡萄甜防误攀伤肠胃与肝功能，以喉咙药防感冒病毒感染。40点祝我以道物为重而能减少性欲。40祝我和大家庭的幸福安全感觉。42点祝我处事常往光明面来想，祝我电话诈骗时有贵人出现守住善财。44点祝我有与人发展热心公益的性格。46点祝我遇到仙佛与天域名师明智讲师启迪，心灵点亮心灯。47点祝我人生遇到好伴侣帮助增加人生的价值。48点祝我人生心灵不孤单。49点祝我对此大事真相有了解而不恐慌，坚信修道道心归空时如点祝报道真理真天意真仙佛真因果报应真而不断的学习。51点祝我从国内外道物的发展而坚信得到多助。52点祝我肯定人有善愿天定助。50点祝向道度有缘人及亲属求道，有助培养善念及积德。50点祝我发心制作了介绍大道场神园山庄义和圣堂的影音光碟周报及网点以学文越南文等以备将来道路发展之需。56点拨苦也给受苦的人得到内心的温暖而继续人生的正途。57点祝单主道传与辅助而加入祥和喜乐的弥勒家园。58点到亲动善业施舍棺木给贫苦无依的独居老人，因而感动村民都来求一罐。9点现将佛海风雨土石流中能安然无恙，而感动村长号召村民都来求一罐。到60点帮助很多家庭亲子共同读经，甚至祖孙共学而言的。91点帮助中华传统文化再扎根与巩固。62点积极推广读经运动，内容涵摄世界各民族优良文化，实践为天地立育节学太平的心愿。63点协助有抽烟或骂三字经五字经的人改除不良嗜好与习性而戒烟及不再说粗恶语。64点转化狂者做圣刚强不群的人能学到孝圣法贤而帮办道务，甚至当了点传师。65点
改变道上的兄弟弃恶从良而加入行善的义举，踏上任途，住了的60点弃受刑人而以监狱看守所关护所的弘法行动导正人心，提供光明的人生康庄大道67点帮助因果病患者挽回性命，全家大院口设佛堂做讲师来为一贯道做见证68.3曹普渡，除了渡人以外，还有超度祖先及替天神明忠臣烈士修行人。见道尊德贵及一贯道的殊胜69点，让很多家庭能够带甚多代同修一贯道，实践三纲伦常4为8德，守5行10点，让很多道亲愿意亲口设佛堂读经研经办道，甚至到国荒肯吃苦受苦寒或入暑之苦，舟车飞机劳累之苦，其人发道日世界大同而努力不懈。72点道务发展促成全球一家，共同推广孝道及百孝经，促进文化交流及做好国民文化素养及心灵涵养。73点让世人有共善业一展长才行善积德造福增慧的大舞台及找到终生奉献的祭坛70世界压心连心手牵手共创祥和喜乐的米乐大家园。75点在世界各地展开救助灾难扶助贫困的活动。76点以电脑网络高科技扬真道多有蒙受恩和。77点以创办研修学院研究所来推广高等教育，至经典深研心灵深耕而促进学术水平，领导世界文化。7点让世人从事修己以安人的修行之业，道传将近100个国家的更多国语，促进学术及文化交流。79点让知识分子愿意加入修办道的行列，使学界人士以加入一贯道一起学习及推广道务为荣8社计工作及心灵成长研习读经等活动，让国家元首肯定一贯道的价值与贡献。81点让政府官员乐意协助一贯道举办净化及读推广到学校及社区。82点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场面庄严隆重，国家元首副元首及高层官员莅临关心，让你乐意报道加以肯定称赞。83点举办和平护国文化兴国恩祈福大典，礼仪庄重，现场敬肃秩序井然，展现中华水准素养，获得各国高层人士肯定与赞扬。84点呈上所获得中国大陆地方政府邀请到当地举办两岸4个同步读经电视祭孔等。85点促进各大宗教同心，为救世利益人心而和谐共处
奉献心力86点，促进海峡两岸道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进行87，有文化的道协助18到新人才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广结善缘及协助灾后复建建立学校与心灵咨商等活动。89点，让大企业家乐意赞助一贯道的慈善恭敬餐户籍环保活动。90点，得到长荣集团张荣发总裁的认同与赞助，并且发愿在其空运海运公司所到之国设立一贯道佛土渊人，更在日本大海啸之后捐巨款援助。91点，承上所示业将到行列，并且发行道德杂志推广净化人心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的大工程。92点，能让教育界高薪，愿意为一贯道的学术发展做规划，一起为翻草普渡奉献其实上所述，让莘学子参加读经活动及读经评鉴活动，为集体一份力量，年做状元，创造成就感及光荣。14点，能让修道家庭的教师到亲为道场活动策划及做讲师，弘扬大道真理。95等，上部地道场营及寒暑假的营队活动，或是做义工，有助发展伟大心灵及真善美圣的人格。16点，能让道场的前贤长者愿意参加经典研究及成人读经，并且勇于参加读经评鉴会，做了大状元，自己创造殊荣及写下光荣历史。17点，承上所述，一贯加入社区大学学习行列而度化有缘人，一起为弘扬孔孟促进弘而点，让很多道亲长者乐意做环保资源回收工作及制作塑料品，来为道场广开财源。在本魔辛苦也不以为苦，精神19点，很多道亲前贤参加到亲家属的告别式，现场仪式庄重道气感人，道亲的道情至性与团结的表现，让人肯定一贯道的殊胜及加入修办道行列。100点，一贯道总会举恩与追思祖师师尊师母活动及精彩100活动，弘扬孝并推及先于道传已将近100国，更多的见证或是多国语文版本，欢迎用电子邮件传送给后学。Mail colon to University dial dot 贯道1点，一贯道助我走出有价值的人生。2点，助我增加智慧宽心良与他谅心眼。3点，助我培养慈悲心而能吃素。4点，助我心性加贵而能度过头晕又成解一落千丈的身心痛苦。17然一中17 5点，助我有勇气参加意义深远的修办道行列，学完现
相及办道礼节。6点助我能遇到修道的好友而能布施，是佛堂隔壁房间及一起修办道与成长。成功大学时期7点助我能力大愿而亲口吃长素。8点助我有勇气能为国家多效劳数年而成为荣民。9点助我有勇气进入教育界当教师，兴国高职与公民科教师。10点助我能发愿学做讲师，综合成及体会班讲师。11点助我能设佛堂当坛主而度有缘人。12点助我肯帮助年长荣民而做小组长。13点助我发大心度了几位老荣有缘人。14点助我能布施做利益他人的事。道场寺庙电视弘法劝善杂志。15点助我成为众志爱心会的会员，山庄义和圣堂。16点助我度过中年危机，因职业病而失丧失业失名誉失财富失幸福感失人生享受，而不厌世时期我遇困境时心中仍有修道好友的支持与佛光普照。18点助我能夺名为师，名誉贪人不放弃接近佛堂善知识与经典。19点助我愿意为道务发展而接受训练，学习网页制作，架设网站伺服器网络直播。1点助肯为道场法会活动录影录音及管理网站档案。22点助设立一贯道数位图书馆网站，提供法宝交流服务。23点助发展而花钱买电脑设备与升级学习。23点助我有考上宗教学研究所。24点助我在论文口试遇困难时不放终于完成进修的心愿。25点助我在失业时期仍能对人生抱持希望。26点助我在家母需要亲人照料时期能勇于承担责任。27我对人生能有健康的心态而不放弃自己。28点助我事业不顺时期仍能参加修办道行列。29点助我有勇气参加有意义的道场活动。30点助我心存希望又有愿景要为将来念博士班而做准备。31点助我有机会到国外开荒持救旅行心愿。32点助我有心有机会就帮助一贯道设立的学院研究所。33点助我为能找的文章制作光碟片分享。34点助我发愿录制完成了6组坛经逐念光碟国语版及台语版。35点助我乐意制作武语之学相关资料有缘人学习及提供讲师参考资源。36点助我有灵感购大学的相关院系课程，为将来道路全球化发展尽一份实心。衣食自然就好。38点助我对人生不如意事能泰然处之。39点助我福至心灵能学到照顾自己的知识，以葡萄前防误判与肝防感染。4点助以道务为重而能减少
幸运41点，祝我有米乐祥和大家庭的幸福安全感觉。42点，祝我处事常往光明面来想。43点，祝电话诈骗时有贵人出现守住善财。44点，祝我有重病时治肿瘤功能。45点，祝我发展热心公益的性格。46点，祝我遇到仙佛与天域名师明智讲师启迪，心灵点亮心灯。47点，祝我人生里帮助到物，增加人生的价值。48点，祝我人生心灵不孤时。9点，祝我对生死大事真相有了解而不恐慌，坚信心归空时会身软如棉。50点，祝我见证一贯道道真理真天意真因果报应真而不断的学习。51点，祝我从国内外道路的发展而坚持。12点，祝我肯定人有善愿天地同知天助自助者。50，祝我常向道度有缘人及亲属求道，有助培养善念及积德。50，发心制作了介绍大道场神园山庄义和圣堂的影音光碟标的朋友及网络的网友们。55点，祝我愿意学习日文及梵文、越南文的道路发展之需。56点，拨苦与乐，给受苦的人的内心人生帮能关不住故乡米乐家园。58点，到亲门供善业，施舍棺木给贫苦无依的独居老人，因而感动村民都来求一贯道。59点，高雄县那马乡区的佛堂在风雨土石流中能安然无恙，而感动村长号召村民一贯指点，帮助很多家庭亲子共同读经，甚至祖孙共学而延续往圣的绝学。61点，帮助中华传统文化再扎根与巩固。62点，积极推广是良文是天地生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愿。63点，协助有抽烟或骂三字经五字经的人改除不良嗜好与习性，而戒烟及不再说出恶。4点，业心性不群的人能学到孝圣法贤而帮办道务，甚至当了点传师。65点，改变道上的兄弟弃恶从良而加入行善的义举，踏上人生的途，也帮助了社治安。16点，不放弃受刑人而以监狱看守所关护所的弘法行动导正人心，提供光明的人生康庄大道。17点，帮助因果病患者晚性原家口讲为一贯道做见证。68点，翻草普渡，除了渡人以外，还有超度祖先及替天神明忠臣烈士修行人的英灵，显现到位及一贯道的殊胜。69点，让很多家庭能够3代甚至更多实践三纲伦常4维8德，守5戒行10善。70让很多道亲愿意亲口
设佛堂读经研经办道，甚至到国外开荒吃苦，还入手舟车飞机劳累之苦。71点让很多人发大愿，要将大道普传万国九州，一起为早日实现世界大同而努力不懈，发展促成全球一家，共同推广孝道及百孝经，促进化交流及做好国民外交，进而提升文化素养及心灵涵养。70让是共业一才善积德造福增慧的大舞台，及找到终生奉献的祭坛。70点让世界有缘人大家心连心，手牵手共创祥和喜乐的弥勒大家园。75点救助灾扶助重76点以电脑网络高科技弘扬真理大道，让更多有缘人早日蒙受天恩师德。77点以创办研修学院研究所来推教育，从事经典深研、心灵深耕而促进学术水平。世界文化。78点让世人从事修己以安人的修行事业，到100个国家道路的红展，培育了更多讲师及多国语文人才，并学术及文化交流。79点让知识分子愿意加入修办道的行列，使学界人士以加入一贯道，一起学习及推广道务内容。80点从会公益、救济工作及心灵成长研习读经等活动，让国家元首肯德加11乐意协助一贯道举办净化人心讲座及读经活动，推广到学校及社区。82点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场面庄严隆重，国手副手高层人力，让媒体乐意报道加以肯定称赞。83点举办和平护国的祭天祈福大典，礼仪庄重，现场敬肃秩序井然，水准落得各国高层人士肯定与赞扬。84点承上所述，获得中国大陆地方政府邀请到当地举办两岸4个同步读经会考祭活动。85点促进各大宗教同心，为救世利益人心而和谐共处奉献心力。86点促进海峡两岸道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很多有志弘扬中华文化的道亲到中国大陆协助推广读经运动。88点让很多道亲人才有机会到中国大陆广结善缘及协助构建立与新商动。89点让大企业家乐意赞助一贯道的慈善公益活动，给摊心灵环保活动。90点得到长荣集团张荣发总裁的认同与赞助，并且发愿在其空运海运公司所到之国设立一贯道不有约，更在日本大海啸之后捐巨款援助。91点承上所述，企业家参与修办道行列，并且发行道德杂志推广净化人心，为人心
世界工程92点能让教育界高学历得到亲，愿意为一贯道的学术发展做规划，一起为三曹普渡奉献心力93点成上路，让莘莘学子参加读经活动及读经评鉴活动，为挖就县一柱青少年做状元，创造成就感及光荣历14点能让修道家庭的教师到亲为道场活动策划及作讲师弘扬大道真理95点上所亲三心理寒暑假的营队活动，或是做义工，有助发展伟大心灵及真善美圣的人格16点能让道场的前贤长者愿意参加经典研究，并且勇于参加读经评鉴会，做了大状元，为创下农历17点成上所述，一贯道道亲加入社区大学学习行列而度化有缘人，一起为弘扬孔孟圣道，促进同历18点让很多道亲长者乐意做环保资源回收工作及到食品，来为道场广开财源，在本磨辛苦也不以为苦，精神志节感人99点很多道亲前贤参加到亲家属的告别式上仪式庄重道气感人，道亲的道情是性与团结的表现，让多人肯定一贯道的殊胜及加入修办道行列100点一贯道的感恩与追思祖师师尊师母活动及精彩100活动，弘扬并推孝经国圣世界道传已将近100国，更多的见证或是多国语文版本，欢迎用电子邮件传送给后学。mail@never.com一贯道摆好见证1点一贯道助我走有家助我家智慧或宽心良与他亮心眼3点助我培养慈悲心而能吃素4点助我心性增加光明而能度过头晕又惩戒一落千丈的身心痛。17台南一中17 5点助我有勇气参加意义修办道行列，学了早晚献香及办道礼节。6点助我能修道的好友而能助师是佛堂隔壁房间及一起修办道与成长。成大学17 7点助我能立大愿而亲口吃长素。8点助我有技能为国家多效劳数年而成为荣民。9点助我有勇气进入教育界当教师，兴国高中历史与公民科教师。10点助我能发愿学作讲课程全班及体会班讲师。11点助我能设佛堂当而度有缘人。12点助我肯帮助年长荣民而做小组长。13点助我发心度了几位老荣民长官及有缘人。14点助我能布施做利益他人的事，到寺庙与
电视弘法劝善杂志。15点助我成为众志爱心的会员。神源山庄义和圣堂。16点助我度过中年危机。职业病、健康、失业失、名誉失、财富失、幸福感失、人生享受。21点助我遇困境时，心中仍有修道好友的支持与佛光普照。18点着迷，虽遇堪人一接近佛堂善知识与经典。19点助我愿意为道路发展而接受训练，学习网页制作，架设网站伺服器网络直播。21点助我看法会活动录影录音及管理网站档案。22点助我发心设立一贯图书馆提留。13点助我肯为道路发展而花钱买电脑设备与升级。23点助我有信心能考上宗教学研究所。24点助我在论为困难进修。点助17生望。26点助我在家母需要亲人照料时期能勇于承担责任。27点助我对人生能有健康的心态而不放弃自己。28点助我事业不顺时期参加到行列。29点助我有勇气参加有意义的道场活动。3点助心存希望又有愿景要为将来念博士班而做准备。31点助我一会开花行。32点助我有心有机会就帮助一贯道设立的学院研究所。33点助我乐意为讲师们找渡人的文章及制作光碟片分享赞助我了练光敌台时，我乐意制作武余之学相关资料库，帮助有缘人学习及提供讲师参考资源。36点助我有灵感构想一贯道网络大学的相互全一份。7点育儿就好。8点助我对人生不如意事能泰然处之。39点助我福至心灵能学到照顾自己的知识，以图靠前防勿贪伤肠胃与肝功能，以喉咙。40点助我以道物为重而能减少性欲。41点助我有米乐祥和大家庭的幸福安全感觉。42点助我处市场网光一面来想。40助我在被电话诈骗时有贵人出现守住善财。44点助我饮食医治流与能。45点助我发展热心公益的性格。46点助我遇到仙佛与天域迷师迷智讲师启迪心灵点亮心灯。47点助我人手伴人生的价值。48点助我人生心灵不孤单。49点助我对生死是真相有了解而不恐慌，坚信修道道心归空时会身如棉。10点助我见证一贯道真理真天意真仙佛真因果报应真而不断的学习50助我内悟的发展心得
72点助我，肯定人有善愿天，必从知天助，自助者53点助我常向，道度有缘人及亲属求道，有助培养善念，就点着发了介绍神缘。山庄一和盛堂的影音光碟给周遭的朋友及网络的网55点助我愿意学习日文及梵文、越南文等，以备将来道路发展之需。多苦的内心温暖，而继续人生的正途。57点帮助单亲家庭能有到亲们的关怀与扶助，而加入祥和喜乐的米乐家园。58点到亲门供者关顾给贫苦无依的独居老人，因而感动村民都来求一贯道高下马区的在与土石流中能安然无恙，而感动村长号召村民都来求一贯道。60点帮助很多家庭亲子共同读经，甚至祖孙共学而延续往圣的1点帮助传统化大根巩固。62点积极推广读经运动，内容涵摄世界各民洋文化，实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恶心愿。63点协助有抽烟或骂3字经5字经的人改除不良习性，而戒烟及不再说出恶语。64点转化狂者做圣业，因信仰不群的人能学到孝圣法贤而帮办道务，甚至当了15点改变道上的兄弟弃恶从良而加入行善的义举，踏上无帮助的制度点，放弃而以手所观护所的弘法行动导正人心，提供光明的人生康庄大道。67点帮助因果病患者挽回幸运而转化全家成为道立大愿亲口设佛堂做讲师来为一贯道做见证。68曹普渡，除了渡人以外，还有超度祖先及替天神于中人的尊的殊胜。69点让很多家庭能够3代甚至更多代同修一贯道，实践3纲伦常4维8德，守5戒行10善。70道亲愿意亲口设佛堂读经研经办道，甚至到国外开荒割苦或积劳之苦。71点让很多人发大愿要将大道普传万国9州，一起为早日实现世界大同而努力不懈。72点道务发展促成全球家共同推广孝道及百孝经，促进文化交流及做好外交生化素养及心灵涵养。73点让世人有共善业因才行善积德造福增慧的大舞台及找到终生奉献的祭坛。74点人手牵手共创祥和喜乐的米乐大家园。75点在世界各地展开救助灾难扶助贫困的活动。76点以电脑网络高科技弘扬这一大档，更早日
7点以创办研修学院研究所来推广高等教育，从事经典心灵深耕而促进学术水平，领导世界文化18点让世人及以修到100国家到红战，培育了更多讲师及多国语文人才，促进学术及文化交流79点让知识分子愿意加入修办道的行列，使学界人士以加官到一起及推到为荣80点从事社会公益救济工作及心灵成长研习等活动，让国家元首肯定一贯道的价值与贡献81点让政员协助一贯道举办净化人心讲座及读经活动，推广到学校社区点，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场面庄严隆重，国家元首能官临官，让媒体乐意报道加以肯定称赞83点，举办和平护国文化兴国的祭天祈福大典，礼仪庄重，现场竞速秩序井然，展现化高水准素养，我得各国高层人士肯定与赞扬84点称，获得中国大陆地方政府邀请到当地举办两岸4的同步经验试转，也意恐等活85点促进各大宗教同心，为救世利益人心而和谐共处奉献心力86点促进海峡两岸道学术文化交流活动17点让很多有志弘扬中华文化的道亲到中国大陆协助推8点人中国大善缘附建立学校与心灵咨商等活动89点让大企业家乐意赞助一贯道的慈善公益活动，净山净海滩环境维护及心灵环保道长荣集团张荣发总裁的认同与赞助，并且发愿在其空运海运公司所到之国设立一贯道佛堂救度有缘人，更在日本大海捐济90数大企业到行列，并且发行道德杂志推广净化人心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的大工程92点能让教育界力的以为一道的学术发展做规划，一起为三草普渡奉献心力93点呈上所述，让莘学子参加读经活动及读经评鉴活动，为文国贡献量，帮助青少年做状元，创造成就感及光荣历史14点能让修道家庭的教师道亲为道场活动策划及做讲师弘扬大道真理95上第2场成及寒暑假的营队活动，或是做义工，有助发展伟大心灵及真善美圣的人格16点能让道场的前贤长者愿意参加研究及成人读经，并且勇于参加读经评鉴会，做
做了大状，为自己创造殊荣及写下光荣历史97点称上所述。一贯到今加入社区大学学习行列而度化有缘人，一起为弘扬孔道运势努力。98点，让很多道亲长者乐意做环保资源回收工作及制作食品，来为道场广开财源。在本魔辛苦也不以为苦，日节感人。99点，很多道亲前贤三家道亲家属的告别式，现场仪式庄重道气感人。道亲的道情、致信与团结的表现，更多人肯定一贯道的殊胜及加入修办道行列。100点，一贯道总感恩与追思祖师、师尊、师母活动及精彩100活动，弘扬推广天界，已将近100国，更多的见证或是多国语文版本，或电子邮件传送给后学。mail@university.mail.com 一贯道摆好见证1点，一贯道助我走出有价值的人助我增加智慧扩宽心量与擦亮心眼。3点，助我培养慈悲心而能。4点，助我心性增加光明而能度过头晕又惩戒一落千丈的身心困。17，台南一中17。5点，助我有勇气参加意义办道行列，学了早晚献香及办道礼节。6点，助我能遇修道的好友而能助师是佛堂隔壁房间及一起修办道与成长。供大学17。7点，助我能立大愿而亲口吃长素。8点，助我有多加多效劳数年而成为荣民。9点，助我有勇气进入教育界当教兴国高中历史与公民科教师。10点，助我能发愿学作师，综合成全班及体会班讲师。11点，助我能设佛堂当坛而度有缘人。12点，助我肯帮助年长荣民而做小组长。13点，助我翻度了几位老荣民长官及有缘人。14点，助我能布施做利益他人的事。道场、寺庙与电视弘法劝善杂志。15点，助我成为众志安会的员。神元山庄义和圣堂。16点，助我度过中年危机职业病。汤师、业师、女师、财富师、幸福感师、人生享受而不厌师。点，助我遇困境时心中仍有修道好友的支持与佛光普照。18点，助能淡于难不放弃接近佛堂善知识与经典。19点，助我愿意为道路发展而接受训练，学习网页制作、架设网站伺服器、网络直播。21点，助会录音及管理网站档案。22点，助我发心设立一贯道数位图书馆网站，提供法宝交流服务。23点，助我肯为道务发展花钱买电脑设备与升级学习。23点，助我有信心能考上宗教学。24点，助我在论文口试遇困难时不放弃而终于完成进修的心
心愿25拜师17人时希望26点祝我在家母需要亲人照料17能勇于承担责任27点祝我对人生能有健康的心态而不放弃自己28点祝我事业按时能办到行9点祝我有勇气3加油意义的到场活动30点祝我新希望又有愿景要为将来念博士班而做准备31点祝我有机会到部里2点祝我有心有机会就帮助一贯道设立的学院研究所30点祝我乐意为讲师们找度人的文章及制作光碟片分享30点祝完成了女版35点祝我乐意制作5名之学相关资料库帮助有缘人学习及提供讲师参考资源36点祝我有灵感构想一贯道往大学相关院系课程为将来道路全球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我随遇而安衣食自然就好38点祝我对人生不如意事泰然9点不是学到底的知识以涂套前防误攀伤肠胃与肝功能以防感冒病毒感染40点祝我以道物为重而能减少性欲41点乐祥和大家庭的幸福安全感觉42点祝我处事常往观念3点大有贵人出现守住善财44点祝我有重病时遇到日好胆囊肿瘤与人道功能45点祝我发展热心公益的16点祝我遇到仙佛与天域名师于是讲师启迪心灵点亮心灯47点祝遇到旅帮助道增加人生的价值48点祝我人生心灵不孤单49点祝我对生死大事真相有了解而不恐慌坚信修道道亲实惠如绵我见一贯道真理真天意真仙佛真因果报应真而不断的学习51点祝我从国内外道路的发展而坚信得到多助52点祝我肯定人有善愿天助50祝我常向道度有缘人及亲属求道有助培养善念及积德4点祝我发心制作了介绍大道场神园山庄义和圣堂的一包的门点祝及饭将发展区56点拨苦与乐给受苦的人得到内心的温暖而继续人生的正途57点帮助单亲家庭能有到亲们的关怀助而加入祥和喜乐的米乐家园58点到亲们共善业贫苦无依的独居老人因而感动村民都来求一贯道59县山佛堂在风雨土石流中能安然无恙而感动村长号召村民都来求一贯道60点帮助很多家庭亲子共同读经甚至祖孙共学圣的
绝学61点，帮助中华传统文化再扎根与巩固62点，及推广读经运动。内容涵摄世界各民族优良文化，实践为利益为心愿。63点，协助有抽烟或骂3字经5字经的人改除不良嗜好与习性，而戒烟及不再说粗恶语。64点，转化狂者做圣业，性刚强不群的人能学到孝圣法贤而帮办道务，甚至当眼传。65点，改变道上的兄弟弃恶从良而加入行善的义举，踏上人生途，也帮助社会治安。6点，不放弃受刑人而以监狱看守所关护所的弘法行动导人心，提供光明的人生康庄大道。67点，帮助因果病患者挽回而转全教化，愿亲设佛堂做讲师来为一贯道做见证。68点，3曹普渡，除了渡人以外，还有超度祖先及替天神明忠臣烈士修行人的显现。尊德贵及一贯道的殊胜。69点，让很多家庭能够3代更多代同修一贯道，实践3纲伦常4维8德，守5戒。很多道亲愿意亲口设佛堂读经研经办道，甚至到国外肯吃苦受苦寒，或入暑之苦，舟车飞机劳累之苦。11点，大愿传万一是努力。72点，道路发展促成全球一家，共同推广孝道及百孝经，促进文化交流及做好国民外交，进而素养及心灵涵养。73点，让世人有共善业一展长才，造福增慧的大舞台及找到终生奉献的祭坛。74点，让世界有手牵手共创祥和喜乐的米乐大家园。75点，在世界各地展开救灾难扶助贫困的活动。76点，以电脑网络高科技弘扬真理大早恩点，以创办研修学院研究所来推广高等教育，从事经典深研心灵深耕而促进学术水平，领导世界文化。18点，让世从事安人修行，将近100个道路的宏展，培育了更多讲师及多国语文人才，促进学习文化交流。79点，让知识分子愿意加入修办道的行列，使学人士办道及基督为人点社会技心灵成长研习读经等活动，让国家元首肯定一贯道的价值与贡献。81点，让政府官员乐意协助一贯道举办净化人心讲经活动，推广到学校及社区。82点，举办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场面庄严隆重，国家元首、副元首及高层官员莅临关心，媒体乐意报道
道加以肯定，称赞。83点，举办和平护国文化新贵天祈福大典，礼仪庄重，现场竞速秩序井然，展现中水准素养，获得各国高层人士肯定与赞扬。84点，呈上诉，获得中国大陆地方政府邀请到当地举办两岸4个同步读经会考转播、也祭孔烟等活动。85点，促进各大宗教同心，为救世利益，人心而和谐，共处奉献心力。86点，促进海峡两岸道学术文化流动的进行。87点，让很多有志弘扬中华文化的道亲到中国大读经运动。88点，让很多道亲人才有机会到中国大结善缘及协助灾后复建，建立学校与心灵咨商等活动。89点，企业家乐意赞助一贯道的慈善公益活动，净山净海滩环境维护及保护。点，集团荣发总参与同与赞助，并且发愿在其空运海运公司所到之国设立一贯道佛堂，救度有缘人。更在日本大海啸之后捐巨款约1点修办道行列，并且发行道德杂志，推广净化人心，挽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的大工程。92点，能让教学力一贯道的学术发展做规划，一起为三曹普渡奉献心力。93点，呈上所述，让莘莘学子参加读经活动及读经评鉴活动及现以度青年作状元，创造成就感及光荣。14点，能让修道家庭的教师道亲为道场活动策划及做讲师，弘扬大道真理。95点，称入地道场里成长营及寒暑假的营队活动，或是做义工，有助发展伟大心灵及真善美圣的人格。16点，能让道场的前贤长者愿意加经典研究及成人读经，并且勇于参加读经评鉴会，做为自己创造殊荣及写下光荣历史。17点，呈上所述，贯道亲加入社区大学学习行列，而度化有缘人，一起为扬孔道并是努力。98点，让很多道亲长者乐意做环保资源回收工作及制作塑料食品，来为道场广开财源，在本磨辛苦也不以为苦，精神至节感人。99点，很多道亲前贤参加道亲家属的告别式现场，仪式庄重道气感人，道亲的道情至性与团结的表现，让更多人肯定一贯道的殊胜及加入修办道行列。100点，一贯道举办的感恩与追思祖师、师尊、师母活动及精彩100活动，报道百集先于全道传已将近100国，更多的见证或是多国语文版本
欢迎用电子邮件传送给后学。mail:@university.mail 摆好。点一个到，助我走出有价值的人生。2点助我增加智慧，扩宽心量，与他亮心眼。3点助我培养慈悲心而能吃素。4点助我心性增加光明而能不头晕又惩戒一落千丈的身心痛苦。17台南一中17。5点助我有勇气参加意义深远的修办道行列，学了早晚现象道礼节。6点助我能遇到修道的好友而能助师是佛堂隔壁房间及一起修办道与成长。成功大学17。7点助我能利口吃长素。8点助我有勇气能为国家多效劳数年而成为荣。9点助我有勇气进入教育界当教师。兴国高中历史与公民科。10点助我能发愿学做讲师，综合成全班及体会班讲师。11点助我能设佛堂当坛主而不有缘人。12点助我肯帮助农民做小组长。13点助我发大心度了几位老农民长官及有缘人。10点助我能不施做利益他人的事。道场寺庙与电视弘法劝善达是我的会神元山庄义和圣堂。16点助我度过中年危机，职业病儿师、健康失业师、名誉师、财富师、幸福感失、人生享受。27点助我遇困境时心中仍有修道好友的支持与佛光普照。18点着于失去欲与难堪仍不放弃接近佛堂善知识与经典。19点助我愿意为道务发展而接受训练，学习网页制作，架设网站伺服器网路。我肯会引录音及管理网站档案。22点助我发心设立一贯道数位图书馆网站，提供法宝交流服务。23点助我肯为道务发展而买电脑设备与升级学习。23点助我有信心能考上宗教学研究生。14点助我在论文口试遇困难时不放弃而终于完成进修的心愿。25助我也是能拥抱望。26点助我在家母需要亲人照料时期能勇于承担责任。27点助我对人生能有健康的心态而不放弃自己。28我是7人道。9点勇意义的道场活动。30点助我心存希望又有愿景要为将来念博士班而做准备。31点助我有机会到国外开荒持救旅行心愿。32点助我有心有机会就帮助一贯道设立的学院研究所。33点助我一讲师找度人的文章及制作光碟片分享。34点助我发愿录制完成了逐字念光碟国语版及台语版。35点助我乐意制作5名之学库，助有缘人学习及提供讲师参考资源。36点助我有理想一道网络
大学的相关院系课程，为将来道路全球化发展新实现自然。38点助我对人生不如意事能泰然处之。39点助我福至心灵能学到照顾自己的知识。